心口成日揦住痛，係咪可以唔理？當然唔係啦，冠心病同糖尿、肥胖有關係？當然有關啦，做運動減肥就可以醫好冠心病？當然唔係啦。心口痛可以好多原因，如果嚴重嘅可以係冠心病㗎，而血壓啦、糖尿、高膽固醇、家族史亦都係令到冠心病嘅主要成因，所以大家要絕對留意㗎。運動同減肥咧可以控制到血壓啦、糖尿啦同膽固醇嘅，但係佢絕對唔可以醫好個冠心病㗎。如果真正我哋要醫個冠心病咧，我哋需要適當藥物啦，例如阿士匹靈啦，控制風險因素，譬如血壓啦、糖尿啦、高膽固醇咁啦。現時有啲藥物例如 SGLT2 抑制劑或者係 GLP-1 抑制劑，都可以有效控制糖尿同埋肥胖，而佢哋都可以幫助到心腦血管病嘅。根據病人情況或者血管生嘅程度，病人有可能需要做血管介入治療術，或者甚至要做搭橋手術㗎。心口痛絕對唔可以忽視㗎，記住揾出原因，可以揾專業人士幫我哋做相關檢查啦。